来看印度的月球飞船3号23成功登陆月球，真侪有史以来头一个去到月球南极的国家。接落来，科学家要研究月球的土壤甲地质，嘛要找看敢有珍贵的资源水冰。探测器成功降落，现场发出热烈的破声。印度月球飞船3号伫台湾时间23暗8点半左右降落伫月球南极，也真做史上第一个登陆月球南极的国家。Sir, we have achieved soft landing on the moon. India is on the moon. ये क्षण अभूतपूर्व है। ये क्षण विकसित भारत के शंखनाद का है。不少印度民众为直播看登月过程，情绪真欢喜。那月球飞船3号的登陆，也使得印度成做俄罗斯、美国甲中国了后，第4个成功和探测器登月国家。南极的话，它应该是有很多陨石坑。那如果我现在要安全着陆，选平坦的地方是在碗底，可是我要吃我的太阳能板，要吃电，要吃太阳光，它就受限那个位置啊。要长期待着的话，你就要有另外一种电。挑战登陆月球南极难度真悬。印度伫2019年月球飞船2号登陆失败，俄罗斯定期挑战登月计划第19宣告失败。这摆印度的成功会进行相关科学研究，比如要找出敢是有水冰资源。水是人类维生的一个必要条件嘛。比如说 NASA 的下一个目标就放在火星，那可能你要补给啊，或者是一些实验场域的话，那月球是一个很好的地方。基本上就是 H 和 O，其中的一些元素的话是可以被提炼出来作为燃料。水冰除了会当加做地质历史资料之外，也有机会作为环境卫明基地，也是登月任务的饮用水，更加有可能当作呼吸甲燃料使用，对登月任务有重大影响。研究团队后续要执行为期一个月球天、相当14个地球天的地质研究，除了找出水冰之外，也会对土壤甲岩石进行化学成分分析。记者综合报道。